大家好，我係二禮班嘅陳奕南。今日我要介紹嘅聖人係聖若瑟，佢嘅價值係白冷，值得我哋效法嘅德行係熱心助人、勇敢同埋信靠天主。喺生活當中，我會多啲祈禱，幫助別人嚟實踐佢嘅德行。以上就係我對聖若瑟嘅介紹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五字班嘅劉子謙。今日我為大家介紹嘅聖人係聖伯多祿。伯多祿原名西滿，佢住喺靠近加里納亞海附近，係一名漁夫，以捕魚為生。耶穌第一次見伯多祿嘅時候，就俾佢一個外號，名叫刻法，意思就係磐石。有一次，耶穌喺伯多祿嘅漁船上向群眾講完道理之後，叫伯多祿下網捕魚。佢雖然已經徒勞無功咁樣工作咗一夜，但仍照耶穌嘅吩咐投網，點知竟然捕獲咗滿網嘅大魚。伯多祿見到呢個奇蹟，驚慌失措咁樣下跪講：主，請你離開我，因為我是罪人。耶穌佢對佢講：不要害怕，從今以後你要作漁人的漁夫。結果伯多祿捨棄咗一切，跟隨耶穌。伯多祿與若望、雅各伯三人同係最親近耶穌嘅人，佢哋同時參與咗耶穌顯聖容、耶穌喺山園祈禱等重要嘅事蹟。伯多祿喺耶穌被捕時斬下大司祭僕人嘅耳仔，並於耶穌受審時3次否認主，更加強調自己與耶穌毫無關係，直到耶穌轉面睇咗佢一眼。呢時伯多祿先如夢初醒，於是跑到庭院之外，淒慘咁樣後悔痛哭。耶穌復活後，佢首先向伯多祿顯現。耶穌3次詢問伯多祿是否愛佢，伯多祿亦堅定咁樣回答說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呢3次嘅答覆係耶穌讓伯多祿補贖之前3次不認主嘅過失。由於伯多祿痛悔改過，亦全心全意咁樣回應主嘅愛，所以耶穌立定佢為宗徒之長，成為第一位教宗，並將天國嘅鎖匙交俾佢。耶穌升天之後，伯多祿仍然熱心傳教，縱使面對公議會嘅追捕，仍然無所畏懼。後來伯多祿被捕入獄，大約喺公元64至67年之間，喺羅馬光榮殉道，葬於梵蒂岡現今嘅聖伯多祿大殿之下。每年嘅6月29日係教會慶祝聖伯多祿嘅瞻禮。讓我哋學習伯多祿聽從天主嘅命令，跟隨耶穌嘅教導去生活，勇敢面對困境，軟弱失足跌倒嘅時候要痛悔改過。聖伯多祿為我等祈。